馬年12生肖運程及家居風水。好開心地咧嚟到呢一個農曆新春篇嘅開心些啊！咁啊今日咧繼續請嚟我師傅啦，由張發樂師傅喺度咧同我哋講下嚟緊呢一個馬年12生肖嘅運程噶。張師傅你好。你好啊，小儀。師傅啊，我想問下你啊，嚟緊咧呢一個嘅馬年咧，出邊咧傳到咧好多即係唔同嘅聲音啦，有啲人咧就話哇好恐慌啊，好驚啊，咩赤馬唔知咩紅羊，好似咧係啦，話好驚咁噶喎。咁其實今年呢個赤馬紅羊係咪好驚啦？第二就係嗱，啲人話本命年咧係特別需要小心噶嘛，因為犯太歲啊嘛。咁屬馬嘅朋友又如何咧？我哋講一講運程先啦。如果屬馬嘅朋友咧，今年咧就我哋叫太歲咧本命年啦嚇。咁咧因為咧嗰個天干丙火個地支都係屬火，火勢比較猛嘅。咁屬馬嘅人咧，本來咧就精力充沛嘅，比較急躁啲嘅，因為馬不停去走啊嘛，係咪？咁你所以咧喺馬年嘅屬馬嘅人士咧，起伏係比較大，做事咧需要低調啲、謹慎啲，唔好太過魯莽啊。但係屬馬嘅人今年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咩咧？有象星呢個吉星去幫助事業，但係太歲劍鋒呢啲凶星亦都嚟喎。咁所以咧喺事業方面啲屬馬嘅人咧會有老細或者係有某一方面嘅執行力嚟講咧，今年係比較強啲嘅。咁咧亦都會喺職場方面創業機會會掌握到實權帶領到團隊或者管理人員會即係做得比較好。但係屬馬嘅人咧，雖然係今年叫做有呢個將星去幫助扶持啦，但係咧我哋叫有一樣嘢要小心啦，就係因為咧有劍鋒，所以咧我哋做事各方面喺健康嗰方面又注意下心腦血管眼病或者小毛病火氣太猛口腔潰瘍或者精神壓力過大咧。咁希望屬馬人咧就飲食方面今年咧就清淡啲，做事咧就慢一步三思後行，咁你唔好太過急躁。咁至於喺感情方面咧，屬馬人單身嗰啲咧，今年咧會比較咧霧水情比較多，短暫嘅戀情喺下半年咧，因為咧有啲鹹池升動需要注意爛桃花。咁但係已婚人士就兩夫妻咁多啲去溝通因為咧喺屬馬人士嚟講，今年咧即係已婚嘅屬馬人士嚟講，今年咧就容易比較會比較暴躁尤其是喺夏天嘅時候咁我大家多啲包容啦，唔好成日翻舊賬係咪？咁至於咧整年嘅運勢嚟講咧，佢個屬馬人士今年嘅事業係幾好嘅，咁但係注重一下健康同埋感情方面。咁如果話今年咁火爆嘅時候，師傅話我哋會唔會話有啲乜嘢幸運嘅顏色可以幫助屬馬嘅朋友去緩和下呢啲咁緊張嘅火燥氣氛呢？咁如果屬馬嘅人士咧，適宜咧就帶啲叫做白水晶或者屋企嘅東南面放嗰個粉紅星嘅，咁咧就助旺一下屬馬嘅人士咧，今年嗰個人緣健康身體各方面同埋財運各方面。如果咧屬馬嘅朋友咧，你都擔心自己咧火燥得滯嘅話咧，記住師傅嘅明燈指路啦。好，咁講完屬馬嘅朋友啦，接住落嚟就係羊仔啦。咁羊仔嗰方面又點咧？我正想就係問下師傅啦，赤馬紅羊，咁明明係馬年，咁關係羊咩事咧？其實呢個咧係因為嗰個天干地支同埋咁多年嚟咧，所有即係累積嘅經驗仲係馬年咧遇到羊嘅時候，會個運勢我會比較波動因為咧馬同羊本身咧就喺個年份出現嘅時候咧，羊係屬土啦，係咪？嗰個叫做火生土燥個土又乾嘅時候咧，咁可能我又會出現一啲比較暴力事件暴躁或者突發性嘅災難性嘅嘢。明白晒。咁如果係咁嘅話，屬羊嘅朋友今年又會唔會話什麼犯太歲或者有啲咩要注意師傅？屬羊人咧五味相合啦，係咪？今年要合太歲，咁整體運程嚟講咧，同埋機遇挑戰咧，好大特點就係正如頭先所講啦，火土相生帶嚟咧個貴人同埋事業嘅契機會比較多，但係咧火氣太過重會令到個人嘅情緒浮躁健康方面咧亦都要注意同埋投資嗰方面咧要有分寸所講嘅健康咧，
火土過於旺嘅時候咧，個心血管啊、腸胃問題或者皮膚會過敏啊、失眠啊，飲食咧亦都要清淡啲啦，少食辣嘢啊，補充多啲水分啦，係咪？作息要規律啦，唔好太過傷神啦。屬羊嘅朋友今年咧，屋企人際關係咧受到合太歲嘅加持啊，運程啊、貴人運啊會比較強。咁但係需要遠離一啲是非啊，要防止一啲小人嘅妒忌，因為你太過好啦，咁小人會妒忌你。家庭方面咧要注意下長輩嘅健康啦，咁啊尤其是要多啲關懷男性方面啊，因為男性係屬火克金啊，我哋叫代表咧佢哋嘅身體方面嘅肺啊同埋呼吸道嘅問題。咁至於咧財運方面咧，屬羊嘅朋友今年咧會通過自己努力有一筆好穩定嘅收入，但係咧開支亦都會比較大，消費亦都比較高。咁你注意一下咧開支啊，該係要用嘅就要用。咁投資方面咧要謹慎一啲，唔好千祈唔好投資一啲高風險嘅投資啊，尤其是土木啊、教育啊各方面嘅投資盡量少啲。咁建議屬羊嘅朋友咧，今年咧就帶一個叫做綠水晶啊，或者綠幽靈。西南位咧就放一個綠水晶喺度，因為西南面今年咧就有個七赤星飛埋嚟啦。咁咧我哋要用呢個綠水晶去化嗰個七赤星。雖然今日黑木，但係咧我哋首先你起碼保咗自己嘅健康先，保住自己嘅財運先。有個木去射咗佢個七赤星嗰個刀鋒嗰個利器啊，擺咗來之後咧會有些少咧嗰個財會浮動少少，但係咧整體嚟講全面都係會穩定嘅。好，明白晒，唔該晒張師傅。啱啱講完屬馬嘅朋友同屬羊嘅朋友嘅生肖，敬請留意聽日我哋同樣時間開心些之馬年生肖及流年運程。聽日就會講屬猴嘅朋友同屬雞嘅朋友啦。